阮头家生哥，小南，李经念，你有想要红无？这是写啥？唱片合约啊。布鲁克很看好你了。现在创作歌手越来越少，网红越来越多。啊，若是阮唔签，伊敢过会当参加迄超音速比赛？当然嘛会使。有签无签，这无照上行。咱来去点酒。等一下啦。啦！煞吧，你是不是刚好唱袂起来？怪怪啊！倒位怪？歹势，你朋友少啊是？哎、布鲁克有一次在这边喝醉，我给他听我的音乐，他说他喜欢我的歌，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参加超音速时代3，谁会不想？小南也是。